中秋節食月餅係華人傳統，不過月餅係三高食物，即係高卡路里、高糖分同埋高脂肪。營養師建議大家每次只係食1/4個。梁國書報導。月餅嘅種類好多，有傳統嘅、冰皮嘅、迷你嘅。喺材料方面呢，亦都有蓮蓉嘅，有用5種果仁嘅5仁，亦都有用水果嘅。邊一種比較健康？營養師嘅建議係要睇食品標籤。三藩市華埠衛生局由市面調查咗6個牌子、27種月餅，發現一個傳統大小嘅月餅，大部分嘅卡路里係由700到800，總脂肪30到40，糖分係介乎50到70。記住，我哋買月餅嘅時候呢，我哋唔單止係睇佢嘅成分表有幾多糖分，同埋呢個脂肪呢，亦要睇佢咩叫一份量。嗱，有啲嘅月餅呢，佢一個份量呢係話係1/4，但係有啲話係1/8嘅，所以而家比較一個月餅裏邊嘅脂肪就等於8羹油，糖分等於9到20羹糖。營養師建議我哋每次最多食1/4個。有人認為食月餅1年1次冇所謂啦，但係營養師並唔同意。就話我哋每一餐係食多過40克嘅脂肪呢，就會導致我哋即係啲血脂呢，就喺個血管個周圍呢，就開始積聚，而係令到你個危險性有呢個 atherosclerosis 呢一個係血管硬化機會呢，就係高啦。40克嘅脂肪就等於一個月餅，就算你一次唔食一個，加上其他嘅食物，40克好容易就超過。王家衛建議食月餅最好就飲茶，唔好飲其他高糖分嘅飲料，多食蔬果同埋多做運動，可以幫助身體消耗脂肪。過年過節咧，華人都有一個傳統咧，就係互相送禮去祝賀嘅。今年嘅中秋節，假如你係準備送月餅俾老人家啦，就可以不妨考慮下，唔好送一盒咁多，或者淨係送一個，再加埋一啲咧新鮮嘅水果咧，咁令到老人家啦都可以食得更健康。26台記者梁國書報導。